足需要大家斗相听啦吼。所以我毋捌参加过政党，第一遍就参加着咱的台联，所以我过去咧选代表、选市民代表、选县议员，拢用无党来选吼。所以入来台联，互咱的黄坤辉主席感召到吼，所以毋甘离开着台联。 所以嘛，希望大家就像咱老主席讲的，听着台联，不管你对有咩转，拜托有朋友伫遐，就甲咱支持者。谢谢，拜托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我即摆刚剩伫永康尔啦吼，早是永康新市做伙，即摆永康独立选区所以若有伫永康的拜托，谢谢。永康好，谢谢，台南永康。看到因这种场面是台联气势上低的时阵，看到遮侪朋友和台联遮大的鼓励甲温暖，是这个场面，我们感觉足温暖的。嘛，有这个气概，我继续为台湾打拼落去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台联创党。 我就家己台联的永久党员，到即马已经17单啦。这就是参选咱国民党大总统，移为台联改选，我所移为台联，要参台联所有好朋友，大家团结来为台湾打拼，对不对？哦，谢谢。谢谢。蔡英文、蔡英文嘉义党夫。 各位大家好，歹势，我嘛是头一届选举，然后呢，嘛是头一届参加的政党就是台联党。然后我大学的时阵就甲即嘛，有少侪人讲台联党无少年囡仔，其实台联党只是无互大家看到。然后希望即个选举的时阵会当互大家知影讲，其实台联党嘛是有少年囡仔愿意出来选举，然后台联党嘛是有去照顾少年囡仔需要的物件，然后大家拢伫家己市西区朋友在甲斗上。 到介绍，谢谢。谢谢嘉义西区各位咱台联，咱遮的贵宾，咱遮的好朋友，大家好。哦。我来自台南东区，这次呢，常委有真荣幸，会当代表台联呢，继续行台湾的路。 伫台湾每一个角落呢，会当安尼呢，生金生炭，希望咱遮个贵宾，咱遮个长辈时代呢，会当甲咱遮个台联呢，遮个经济啦会当牵成一个，甲咱压瓜水，甲咱鼓励一个，感谢大家努力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。这是咱的台南市党区。好来，咱即摆甲大家行一个礼吼，阮就大家吼。 因为议员的选举剩几个月尔吼，几个月，6个月，剩8个月，大家等于来，我阁介绍一摆这个台南市永康区杨忠诚，我声吹一个。嘉义市东区嘉义市东区蔡永全，蔡老师，这边连任第4遍给4改嘉义市西区徐雅琪，徐小妹妹。 今年25岁25岁。台南市东区陈昌辉、单昌辉。咱若这区里内底有朋友亲戚，拜托大家甲交代咧，谢谢，多谢，感谢，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谢谢。